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来进入《使徒行传》第20天的共读。今天早上我们要请淑清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同心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你赐下生命气息，使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敬拜你，恳求圣灵带领我们，借着牧师每天所讲解使徒行传的共读，来思想主的救恩，寻求主的心意，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放胆传扬主的名。我们这样子恳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谢谢。我们在昨天从《使徒行传》13章看到保罗和巴拿巴开始的第一次的布道旅行，那也看见这一群的在安提阿的先知还有教师们，他们留心圣灵的提示，并且也差派人传福音，而且是差派优秀的同工传福音直到地极。那我们也知道传福音需要有耶稣基督的见证人，那还需要加上有当地人，所以巴拿巴是居比路塞浦路斯的当地人的引荐，也让福音的工作来成为第一站。那我们看到在塞浦路斯的这位术士，就是巴耶稣，攀权富贵，想要得到好处，甚至来阻挡人来信耶稣。但是这位省长试求保罗，他却是通达情理，他一心想要来听真道。但是上帝也让透过保罗借着圣灵的充满来斥责这一些的邪门歪道，省长试求保罗也从黑暗的欺骗当中能够看见上帝的真道，所以不仅听到也看见上帝的同在。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保罗在第一次传道的旅程，离开了塞浦路斯，来到了土耳其的亚细亚省的比西底的安提阿的传道。我们要请淑清长老带我们来读13章的13节到16节。保罗和他的帕夫开船到了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马可在那里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他们从别家继续他们的行程，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他们到犹太人的会堂去坐下，读过了摩西的法律和先知的书后，会堂的主管们派人去告诉他们：兄长们，如果你们有话要劝勉大家，请说吧。保罗就站起来做个手势，说：以色列同胞和所有敬畏上帝的外邦人啊，请听。那从13节，那这是保罗跑到这个第一个人的位置前面是扫罗，那但是扫罗是排在巴拿巴的后面。但是从13章的13节一直到使徒行传结束，那都是以保罗当作第一男主角，简单说他就成为第一男主角。那他们从帕佛那离开，那来到了庞菲利亚的别家。那这里提到了几个地名。那这个庞菲利亚省呢，是它的字义是每一个族群，表示这里有很多族群的人。那在主前的25年到主后的43年，这是一个独立的罗马的省份。主后的68年，跟吕西亚省就结合成为庞菲利亚的吕西亚省。是在现在今天土耳其的南边的海岸，地中海岸。那这个庞菲利亚呢，有一个城镇叫做别家。那他们从帕佛离开，搭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登陆。所以他们从原来安提阿出发，经过了溪流基搭船，然后来到了塞浦路斯的东边的萨拉米。那从萨拉米一路穿越，来到塞浦路斯，来到了西岸的帕福。那帕福又去搭船，又往这个亚洲大陆，到了庞菲利亚的别家。那这别家呢，是一个古城，它的开发非常早，在主前1000年。应该就是大卫的那个年代就已经在开发这个地方那在别家呢还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些历史的遗迹在别家的地方那可以看到很大群的这个历史的保留遗迹。那别家这个地名呢，它的字义是泥土的，那是在一个河叫塞斯特斯河，那距离海边大概19公里不远。
那这个地方呢，可能没有犹太人的会堂，以至于呢，路加在记载，因为保罗他们出来宣教的习惯，都会先进入到犹太人的会堂当中，可是到别家却没有，那就继续往前行了。好，那在别家呢，可以看到还有当时留下来的亚底米神庙，还有大剧场，还有各个罗马的建筑，好，这个廊柱的大道，好，等等。好，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光一个圣地的一个观光的景点了。好，那14节提到呢，好13节提到这个约翰马可，约翰马可呢在12章出现，好，但是呢，好在13章的前半段，在塞浦路斯的服侍之后，这应该也是约翰马可的可能是他的是巴拿巴的故乡，好，但是他却从塞浦路斯好到了比西底的，到了这个别家，到了别家，马可就离开他们，就回去耶路撒冷。那什么原因回去？很多人说马可就是害怕啦、胆小啊，可能马可就是不能吃不了苦啊，因为他家中应该是富有子弟啊，然后他有可能是种种的原因。那但是在路加的笔下呢，这个马可也没有意思要把它写的这么负面，所以我们并没有办法看出，这个马可约翰的离开，是发生什么事情。好，那约翰呢是巴拿巴和扫罗他们带奉献去帮助耶路撒冷饥荒会，然后把马可给带回来，带到安提阿。那马可呢没有想到他去安提阿还要跟着去到塞浦路斯，甚至还要去更远。那所以马可能有其他的原因，或是安排，或是计划，又回去到耶路撒冷。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事件呢，也导致了第二次布道旅行，保罗和巴拿巴分道扬镳，好的一个关键点，导火线。好，那这也是在使徒行传之后就没有提到马可，但是却在保罗的其他的书信当中，那还是继续有提到马可。那他们从别家可能没有犹太人的会堂，好，那继续往前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好，那这个安提阿呢，好有很多个安提阿。好，那这比西底的意思是漆黑，在小尔基亚。那比西底的安提阿呢，好是别家在往内陆，好在更北边的地方。好，那要穿越这个小亚细亚南部的山脉，好，那海拔有1000公尺的高地，那也是西流基一世在主前300年所建立。那当时西流基呢，一共有16个城市，好，都叫安提阿，16个，好，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会看到16个当中的主要2个，一个是叙利亚的安提阿，就是安提阿教会基督徒这个名称开始的地方，另外一个是比西底的安提阿，好，这是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好，经过。那也是加拉太书，好，这一个书涵盖的地方，好，那它也影响了后来的以弗所教会，好，因为这个福音这样连过去，好，那这里面也有很多的犹太移民，好，也有会堂，好，所以对保罗和巴拿巴来讲，好，他们可以接触到犹太人，到会堂里面去讲道。那比西底的安提阿呢，好，当时好是有一群经商的家族，就是塞浦路斯居比路的省长士求保罗的家族，在那里来经商。所以为什么他们会来到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也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在塞浦路斯传道，然后让这个省长士求保罗信主，好，相信耶稣之后，那他可能士求保罗，好，也打发好这个保罗和巴拿巴能够去到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去那边送推荐信。所以他们也来到这里来传道。那也有学者认为是士求保罗塞浦路斯的省长在比西底的安提阿有房地产，所以他们可以成为在这个地方一个居住、传福音、传宣教的一个基地。好，那他们来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进了犹太人会堂，读了摩西律法先知的书。那会堂的主管，那就请他们起来劝勉大家。那保罗就起来讲道。好，那这个讲道呢是保罗的第一篇讲道。那这一篇的讲道之前呢，有5篇彼得的讲道，分别在第2章、第3章、第4章、第5章、第10章。
那有一篇这个司提反的讲道。那保罗在使徒行传讲道呢也有5篇，就是今天这是第一篇13章，接着17章、22章、24章、26章。所谓讲道不是讲话，是讲道，讲耶稣是基督好的这个讲道。所以大概在使徒行传可以看到彼得讲了5篇，保罗讲了5篇，司提反讲了1篇。那所以这篇好长的讲道，我们就来看保罗第一篇讲道的内容。好，请苏清长带我们来读17节到23节。以色列人的上帝拣选了我们的祖先，当他们寄居在埃及的时候，上帝使他们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了埃及。在旷野，他容忍他们约有40年之久。他消灭了迦南地区的7个民族，把他们的土地交给他的子民。这些事历时约450年以后，上帝又给他们设立士师，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要求有一个王，上帝就从便雅悯之族选出基士的儿子扫罗，立他做他们的王，前后40年。扫罗被废后，上帝又替他们立大卫为王。关于大卫，上帝说，我已经找到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事事遵从我旨意的人。从他的后代中，上帝照着他的应许，为以色列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那对照司提反的讲道，从亚伯拉罕开始讲，那保罗呢是从出埃及开始讲。那他们怎么样进入迦南地，有这450年的时间。那又进入了士师记，那这个出埃及记到约书亚记，那进入到士师记，然后到撒母耳上下，那要求王开始，又进入到了列王记。那到扫罗被废，又进入了大卫王朝。那在大卫王朝，上帝犹太人都知道讲只要他们听到大卫，他们就会嗨起来。所以他们也知道大卫就是上帝所拣选，是合主心意，因为他事事都遵从神旨意的人。所以在这里保罗特别强调了上帝的拣选和上帝的预备，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从出埃及那一路到耶稣的这个时代，大概走了1400年到1400多年。那上帝为整个以色列第23节兴起了一位救主。那这个救主呢，他要让犹太人保罗要让犹太人明白，这位救主就是耶稣。所以保罗第一个焦点就是用犹太人所知道的以色列的历史，从出埃及，然后一直到大卫，然后到大卫家的预告预言。那这个救主已经诞生，不仅诞生，还已经被杀害。好，那但是他在这边说救主就是耶稣。好，那接着再请苏清长带我们来读24节到31节。耶稣开始工作以前，约翰向全体以色列人民传道，要他们悔改，接受洗礼。约翰的使命快要完成的时候，他向以色列人民说，你们想我是谁？我并不是你们所期待的那一位，但是那位随后来的，我连替他脱鞋子都不配。诸位同胞，亚伯拉罕的子孙和所有敬畏上帝的外邦人啊，这拯救的信息是传给我们的。可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和他们的领袖不知道他是救主，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宣读先知的经文，他们把耶稣定了罪，到应验了先知的预言。虽然他们找不到定他死罪的理由，仍然要求比拉多处死他。他们做了先知书所记载关于耶稣的一切事情以后，就从十字架上把他取下来，安放在墓穴里。可是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而且在一段时间里，他好多次向那些曾经跟他一道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去的人显现。这些人如今在以色列民间成为他的见证人。谢谢。那保罗先提到大卫是合主心意的人。好，那这段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13章14节。
那又从大卫的后代兴起一位要接续大卫做王，而且是永远的王，就是救主，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受膏者，就是耶稣。那接着保罗又继续提到这位耶稣，从施洗约翰开始传悔改的洗礼，到施洗约翰来见证这位耶稣是连施洗约翰为他解鞋子也不配。所以施洗约翰呢，在犹太人各会堂当中都有一定的名望和名声，所以以至于保罗来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就不是叙利亚的安提阿，而且已经离耶路撒冷越来越遥远。但是呢，搬出出埃及的事件，搬出这个扫罗王的事件，搬出大卫王，大家都认识，甚至连这位施洗约翰，那犹太人们也认识，所以施洗约翰在犹太人当中是有名声和地位的。那但是呢，施洗约翰也要见证这位耶稣是救主，是基督。所以26节，那保罗呢就来直接对这群比西底安提阿听到的犹太会堂的犹太人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和所有敬畏上帝的外邦人，这个信息，这个拯救的信息，和本翻成救世的道，拯救世人的道。所以这里在强调不是用神迹奇事，这里在强调是道。约翰福音第1章道成了肉身的道，是这个 logos， 就是话，就是生命。这个道呢是传给犹太人的，所以到现在为止呢，保罗对犹太人是有期待的。虽然他从被上帝呼召拣选就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成为外邦人的光，但是呢他还是跟这群犹太人站在一起。这个救世的道，拯救的信息是要给我们，所以保罗认同犹太人，他也自认是犹太人。可是那这里讲到耶稣为什么被杀害，因为他们不认识他是救主。那这里救主和本翻成基督所以他们有眼不识基督，有眼不识泰山，居然把这位救主给杀了，也不明白他们在安息日所读的先知的经文。如果明白，他们就知道他们应该要来好好的敬奉这位耶稣，因为他就是神所派来的救主，是救世的道。那他们却把耶稣定了罪，那也应验了先知的话。那虽然找不到定他死罪理由，又要比拉多把他杀了。所以保罗他的第一篇讲道也在见证耶稣他传道和殉道的过程，那甚至到他上十字架以及被安放在坟墓里面。那所以30节，但是保罗要见证的耶稣是基督，还有这位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基督。所以保罗在提到说，这位上帝让他从死里复活，而且复活后还多次像跟他一起去从加利利去到耶路撒冷的人，那当然在指的就是讲这群12使徒，12使徒当然不止12位，可是保罗就是用这个来形容这一群12使徒，就是一路从加利利然后跟着耶稣到耶路撒冷，然后都跟在耶稣一起生活的人。而这些人呢，这些使徒们呢，如今都在以色列的民间，就是在犹太人的当中成为他的见证人。所以这篇的重点呢，就是这一段的重点就是耶稣基督是救主，而耶稣基督呢，为了世人的罪呢被杀害，那但是他从死里复活，如今有许多的见证人都在见证这件事情。那接着再请苏金长带我们来读32节到41节。我们现在把这福音传给你们，借着耶稣的复活，上帝应许要为我们祖先成就的，已经向我们做子孙的实现了。正如诗篇第2篇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做了你的父亲。关于使他从死里复活，永不再死的事，上帝这样说过，我要把应许给大卫，那神圣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在另一处，诗篇的作者也说，你不会容许你忠心的仆人腐烂。大卫在世的时候实现了上帝的计划，死后被葬在祖先的旁边腐烂了。但是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却没有腐烂。同胞们，你们都应该明白，那赦罪的信息
就是耶稣传给你们的。你们要知道，摩西的法律不能使你们解脱一切罪，可是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能从罪得释放。所以你们要谨慎，免得先知所说的发生在你们身上。藐视上帝的人啊，瞧吧，你们要惊骇，要死亡，因为我在你们的时代所做的事，即使有人向你们说明，你们总是不信。那保罗把这个焦点呢转到了耶稣是救主，耶稣基督的复活。那现在回到这群比西底安提亚犹太人的身上，他们要做出选择。好，这个选择就是这个道已经确实发生了，也传了，该做的前面的部分好都已经做完了。现在是这群听到的人要如何回应呢？好，借着耶稣的复活，上帝有应许，好，我们要做他的祖先，像我们做子孙的亚伯拉罕子孙的实现。那他引用的诗篇第2篇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好，那所以讲到了重生，好，重生好是第一个是从父母的妈妈的肚子生，但是呢是第二个是因信称义，在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就得着生命，重生。而这个重生呢，不仅是34节，神让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甚至呢，也应许把那所应许大卫神圣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了。好，所以在34节这个地方所提到的呢，是在以赛亚书的55章第3节。以赛亚书55章的第3节就提到了上帝的应许，说要把大卫的那个神圣可靠的恩典赏赐给神的儿女。所以35节，然后大卫又引用对不起，保罗又引用大卫的另外一首诗篇，也是非常出名的16篇，诗篇16篇的第10节，神必不让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不会让上帝不会让他忠心的仆人来腐烂哦。好，所以这是指耶稣基督的应许。所以犹太人都很熟悉，不论是诗篇，不论是以赛亚书或是大卫的诗。好，那但是呢，保罗在这里提出，就是这个大卫说出这么伟大的预言，这些话呢，其实都是在安息日犹太人在会堂当中常常一而再再而三所引用，甚至他们是从小就会背。好，那如果是法利赛人或是有跟经学士文士来学习，这些话他们都会常常来引用。但是上帝已经让大卫36节，大卫在世的时候呢，遵行上帝旨意就长眠了。好，就是大卫也死了。好，那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而大卫呢已经死了，已经朽坏了，已经腐烂了。就是这个大卫这么伟大的人，连大卫的骨头都已经过了1000年，到了保罗这个年代都已经腐烂了，彻底了。但是呢，却是上帝要让他的圣者不会遇见朽坏。这个不会朽坏的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从死人中复活，他已经胜过死亡，他不会再受到这个败坏肉体的败坏罪的这个搅扰，而是未见朽坏。所以37节，上帝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没有腐烂，没有朽坏，而且是永远活着。所以保罗再次强力的证明，这位他引经据典，引用旧约，来帮助活在旧约当中的犹太人，能够来明白，来相信，能够来认识。38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应该要明白，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前面第26节提到耶稣基督是救世的道，拯救世人。那在38节这里提到，这是赦罪的道，不仅怎么拯救，就是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罪得赦免，才能够恢复跟上帝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的讲道篇已经有很清楚或是有完整的这个神学信息，甚至可以看到他在加拉太书、罗马书当中所说的所写的，其实在这个讲道篇当中都已经有浮现了。
这是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的第一篇的讲道篇，所以保罗要强调的是摩西的律法不能够救你们，不能够使你们得解脱一切的罪。那和本翻成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不得称义的一切事上，就是无法称义，没有办法跟神有和谐美好的关系。但是呢，每一个信靠这位耶稣的都得到称义啊，好，所以才能够罪得释放，才能够跟上帝有和谐的关系。好，所以这是保罗他很强调因信称义的基础，就是相信耶稣是基督，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相信耶稣可以拯救所有世人的罪。好，40节，所以你们要谨慎，这群听到的犹太人啊，都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保罗引用的是哈该书1章第5节，先知哈该的警告，你们要观看你们这些藐视的人，要惊讶，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日子，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所以先知哈该是在被掳归回之后，他向这一群曾经经历被掳的这些犹大国的渔民，剩余的百姓，他们回到故乡耶路撒冷，却又忘记了神，又开始建造圣殿之后呢，就停工，一停工呢，就停了10几年，那才又想到要重建圣殿，透过先知的警告，所以保罗也引用这群犹太人，不要以为一次一次的得过且过，而是要紧紧的抓住跟上帝的关系啊。好，那再请苏金长带我们来读42节到47节。保罗和巴拿巴正要离开会堂的时候，大家邀请他们下一个安息日再来向他们讲解这些事。散会后，许多犹太人和归信犹太教的外邦人跟随着保罗和巴拿巴2位使徒，鼓励他们要继续依靠上帝的恩典。下一个安息日，几乎全城的人都来了，要听主的道。犹太人看见这一大群人，心里充满嫉妒，他们辩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侮辱他。可是保罗和巴拿巴更加勇敢地宣讲说，上帝的道必须先传给你们，但是你们不接受它，自以为不配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离开你们，到外邦人当中去，因为主已经吩咐我们说，我已经指定你们做外邦人的光，要你们把拯救带到天涯海角。好，谢谢。那在保罗他的讲完之后，好，那虽然话语讲得很重，那但是很有条理，也很有逻辑，所以当他们离开会堂的时候呢，得到的回应是，有人愿意再听这些话，就是他们对上帝的话呢开始思考，那圣灵也借着上帝的话呢就进入人的心中，所以许多人就跟从保罗和巴拿巴，因为从13节开始，保罗都变成在巴拿巴的前面，那保罗巴拿巴呢就对他们鼓励，要他们恒久倚靠上帝的恩典。所以他们就是不要只有短暂的相信，或是当下一股脑的相信，而是要长久的相信，要建立在信心要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面。那又过了1个礼拜安息日，这时候说全城的人，那这个用字呢，可以想象比西底的安提阿，大家都到这个会堂。要来听什么？不是要来看神迹，因为保罗没有在这里行神迹，要来听主的道。所以保罗他传道是用上帝的话来向犹太人来传道，引起他们对上帝话语的兴趣和看重。但是呢，这又让犹太人心生嫉妒。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犹太人一直从中作梗，不论是耶稣是施洗约翰，或是后来的使徒，到现在的保罗，那他们一直都被犹太人所困扰。那因为犹太人他们把他们原来在上帝的这个信仰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地位通通被取代了，被拿去了。那但是呢，保罗巴拿巴呢，却不被这群犹太人的毁谤或是嫉妒所退却，反倒是更勇敢的说，上帝的道
本来就是要先传给你们，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啊，就是希腊人。但是因为你们弃绝这道，不接受它，所以也自以为不配得到这永生啊，好，所以是自己定了自己的罪。这是约翰福音3章17节，好，他们信自己的罪就已经定了。所以我要离开你们，到外邦人当中去。好，那保罗就引用了以赛亚书49章的第6节，我已立你做万邦之光，使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啊。那就是要把这个救恩，把耶稣基督介绍到外邦，到天涯海角去。好，最后一段请苏清早带我们来读。外邦人听见了这话，都很高兴，颂赞主的道。那些已经被上帝拣选来接受永恒生命的人，都成为信徒。主的道在那一带地方传遍了。可是犹太人煽动当地有地位的人士和外邦上流社会那些归信上帝的妇女，开始迫害保罗和巴拿巴，把他们驱逐出境。两人当着众人跺掉了脚上的尘土，然后往以哥念去了。安提阿的门徒们心里充满了喜乐和圣灵。以上。好，那保罗第一篇讲到，虽然有得到回响回应，但是也开始得到迫害。我们也看到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并没有用神迹来传道，而是像犹太人就是用上帝的话来传道。那这个有2大的反应。好，那路加这样子让我们看见，第一类呢是外邦人的满心喜乐，好，那颂赞主的道。但是前面那群犹太人却是满心嫉妒，满心愤怒。但是呢，这群外邦人呢，他们得到主的道，就赞美主的道。好，那指定得永生的都信了。好，那反倒是这群犹太人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好，所以这有一个很大的反差和对照。49节讲到主的道呢，就继续传遍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好，那在小亚细亚那一带，但是犹太人呢就从中作梗，煽动有地位有权势上流社会，甚至是用妇女，好，然后是用传舌，是用背后说闲话，好，用话语去攻击保罗和巴拿巴，好，以至于他们最后是被赶出去。但是路加觉得这些话没有记载的必要，所以也没有把它写下来。但是2个人离开的时候呢，是跺掉脚上的尘土，往以哥念去啊。那我们明天会继续再介绍以哥念。好，但是呢，这里讲到安提阿的门徒们心里充满了喜乐和圣灵了。好，这里讲到这些门徒不仅是保罗和巴拿巴，还有这一群从安提阿一起来传福音传道的门徒，他们是跟外邦人一同的喜乐，好，因为知道上帝的话正在应验，正在成就当中，那充满喜乐和圣灵。今天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保罗的第一篇讲到，好像犹太人来介绍一样的内容，耶稣就是救主，就是主基督。那他也提到，依靠律法无法称义，但是信靠耶稣就能够罪得赦免，恢复与神的关系，得称为义。那保罗也劝勉这些相信耶稣的人，要决志信主的人，要恒久依靠上帝的恩典，好，不要成为那个草，好，或是撒在路旁的种子，撒在石头上的种子。好，要撒在好土里面的种子，就是要继续用上帝的话来喂养。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律法底下的犹太人是满心嫉妒，满心愤怒，但是在圣灵充满的使徒，安提阿教会的使徒，还有外邦人，他们却是满心喜乐。那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在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第一次的布道旅行当中，也看到他们如何用上帝的话来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向犹太人、向世人、外邦人来做见证。我们也看见每个人对于道的反应，就如同一个种子撒在不同的地方，也当撒在好土里面的时候，就能够听得到，就能够发芽，还能够茁壮，还能够结出
果实来。也愿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能够持续的发芽和结果，也让我们能够把你的道，把你的生命继续的传扬出去，与人来分享。因为耶稣基督是救世的道，是赦罪的道，是得永生的道。我们献上感恩，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谢谢素琴长老，大家平安，谢谢。